1431尺4房兩衛，5樓朝東北方向，全新品質裝修未住過，配備智能馬桶、美的中央空調同埋高檔家私，贈送埋入戶花園，獨門獨戶，總價係賣緊113.8萬。歡迎收睇 NC 房訊，我係主持人圓圓。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位於萬象郡一期，跟住鏡頭一齊去睇下啦。呢一棟樓總高32層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喺5樓，2梯5戶佈局，從電梯出嚟，穿過走廊就嚟到咗今日要介紹嘅單位啦。入門就係門廳位置，整體面積89尺，朝西北方向。喺呢度係做咗個訂製鞋櫃同埋展示櫃嘅空間，前邊係間咗個細露台。喺度望出去可以見到樓下嘅商鋪情況，樓間距比較大，視線好開闊。行返出嚟就係客廳啦，整體面積290尺，客廳開間有3.76米。跟住我哋嚟睇下廚房啦，整體面積58尺，朝西南方向。廚房嘅整體格局係成一個 L 字形嘅。喺星盤正對上嘅位置有埋通風窗，門後邊嘅空位可以放到一台大冰箱。餐廳嘅位置係放咗張4人餐台嘅。客廳嘅地板通鋪咗地磚，而頂上係安裝咗吊燈作為主燈，加埋一啲燈帶同射燈嘅。上邊仲安裝埋美的嘅中央空調添。後邊位置放咗張長沙發搭配茶几。而前邊係做咗個特色嘅電視牆，搭配倒地嘅電視櫃。往前行就係大露台啦，整體面積65尺，朝東北方向。喺呢個位置望出去可以見到小區嘅內園景，綠化設施都係做得相當唔錯嘅。樓間距非常大，景觀無遮擋。喺左手邊嘅呢度仲可以見到幼兒園添。行返入嚟客廳嘅位置，可以見到整體嘅裝修都係非常有質感嘅，令人望落去好舒服。下邊我哋一齊行去走廊嚟睇下每個房間嘅情況啦。首先嚟睇下第一間房，呢一間房嘅面積係143尺，朝東北方向。房間入邊自帶飄窗搭配窗簾。喺呢度望出去嘅景觀同露台係一致嘅。房間入邊可以放到一張1.5米嘅床同一個衣櫃嘅。下邊嚟睇下客衛嘅情況，整體面積49尺，朝西南方向。前邊位置安裝咗洗手台加埋鏡櫃，配備咗智能馬桶。淋浴區域係做咗半乾濕分離嘅設計。後邊仲有埋獨立嘅通風窗，令到整體採光相當唔錯。牆身嘅瓷磚都係非常有質感㗎。繼續行過隔籬睇下第二間房，呢一間房嘅面積係74尺，朝西南方向。喺窗台嘅位置望出去，我哋可以見到樓下嘅商鋪情況同埋後邊嘅山景㗎。呢一間房嘅面積係全屋最細嘅，可以用作為書房或者係工作室都得嘅。繼續往前行嚟睇下第三間房，呢一間房嘅面積係131尺，朝西南方向。房間自帶飄窗搭配窗簾。喺呢個位置望出去同頭先嗰間房係一樣嘅，都係可以見到後邊嘅山景㗎。喺房間嘅位置可以放到一張1.5米嘅床同一個衣櫃嘅。最後我哋一齊嚟睇下主人房嘅情況啦。呢一間房係一間套房嚟嘅。首先我哋嚟睇下睡房嘅情況，整體面積166尺，朝東北方向。房間自帶一個超大嘅飄窗搭配窗簾。喺呢度望出去嘅景觀同露台係一樣嘅。樓間距大，景觀無遮擋。喺床頭嘅位置都係做咗個特色嘅床頭板，呢度可以放一個1.8米嘅大床同一個大衣櫃。繼續嚟睇下套衛嘅情況，整體面積49尺，朝東北方向。
套位嘅裝修同客位基本上係一致嘅，同樣有一個超大嘅通風窗，令到整體採光相當唔錯，仲配備埋智能馬桶添。最後嚟一個小總結啦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全新品質裝修，獨門獨戶，如果中意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，後邊會有小區簡介俾到你㗎。萬象郡一期呢個盤從2014年開始預售，2016到2018年陸續收樓，當陣時係賣緊6000到8000蚊一方，到而家已經差唔多有10年樓齡啦。由雅居樂物業管理，管理費係2蚊8毫一方。成個小區採用緊圍合式嘅設計，由東南面入口開始，有條南北走向嘅景觀主軸，將生態湖、園林、泳池同埋草地連成一片，景觀層次好豐富。雖然話已經有10年嘅樓齡，但係園林都保養得幾好㗎，環境安靜又方便，入住率都唔算高。喺小區外邊有條商業街，門口就有大超市、快餐店同埋生鮮市場，日常生活好方便。旁邊仲有間幼兒園，屋企有小朋友都可以就近返學，而行幾分鐘就到萬象郡泊岸嘅巴士站，有130蚊直通巴返香港， T91 巴士18蚊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。而931巴士更加係抵到爛啊！1蚊雞就可以直達拱北口岸。60歲以上嘅長者仲可以免費搭車去中山同埋珠海嘅市區。去大潤發順昌廣場大約係15分鐘車程，到山姆會員店就20分鐘左右。最好嘅係泊岸嗰邊嘅餐飲店、汽車美容、生鮮超市同埋髮廊都係應有盡有。夜晚仲有小食街添，住喺萬象郡一期，既可以享受咁多嘅配套，又唔需要受到油煙嘅困擾。而家小區嘅二手放盤都幾多㗎，如果對呢個盤有興趣嘅話，隨時可以聯繫我哋嘅客服了解詳情。對三鄉唔熟悉嘅朋友，可以睇我哋之前介紹三鄉嗰條短片。覺得呢啲資訊有用嘅話，記得幫手轉發同埋點讚喎。你嘅支持就係我哋最大嘅動力。